冷氣機漏雪種冷氣通即日維修徹底解決。冷氣漏雪種是冷氣不夠冷的主因之一，冷氣通提供即日漏雪種維修服務。精準診斷，徹底修復冷氣機漏雪種問題，迅速恢復冷氣效能。我們亦提供冷氣清洗、保養、安裝及檢查服務，全方位照顧你的冷氣健康。冷氣漏雪種常見原因分析：喉管老化破裂，長期使用令雪種喉管老化破裂，造成冷氣漏雪種問題；安裝不當，安裝時喉管接口未密封好，導致冷氣機漏雪種；冷凝器損壞，冷凝器受損導致冷媒漏，影響冷氣效果；震動或撞擊，外力撞擊或震動導致內部零件損壞，引起冷氣漏雪種。實用技巧：如何檢查冷氣漏雪種？觀察冷氣機是否不夠冷或製冷能力明顯下降。檢查冷氣管路有無油漬或污漬，可能是漏雪種徵兆。聆聽冷氣機啟動時是否發出異常聲音。觀察冷氣機室外機管路是否結冰，可能漏雪種。冷氣漏雪種維修常見問題 FAQ。Q1 冷氣漏雪種維修要多久？ A 一般情況當天即可修復，複雜情況亦可快速處理。Q2 冷氣漏雪種維修貴嗎？ A 收費透明實惠，根據具體損壞情況現場報價，絕無隱藏費用。Q3 冷氣漏雪種不收會怎樣？ A 長期漏雪種會導致壓縮機損壞，最終可能需更換冷氣機。Q4 冷氣通提供其他那些服務？ A 冷氣通提供包括冷氣清洗、保養、安裝及檢查等全面服務。